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ทั่万世。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探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暖暖十门课。足久以前，有一间三合院绘本故事。台湾进入工商社会了后，少年人出外趁食，留伫庄脚的士大人，到了一定的年岁，就无才调阁落田来做事。记在光屈屈的田园，趴远发草，使人感慨农村的衰败。不过，对较早的囡仔人来讲，光屈屈的田园，又阁是另外一种无同的境地。因为伫迄个一个月浪芳无种植的日子，空旷的田洋是囡仔人会当自由走跳、四界拍喷的游乐园。时间和距离在收割过后的后壁田显得不一样。才走上几步路，院子就远了，时间却还早。天空比昨天升得更高了。三合院伫立在光秃秃的平野上，像一座孤岛。时间甲距离，伫切仔挂了的后壁田，就变甲无共款。才行无几步，行到就足远啊！时间刷也阁真早，天比昨阁较悬啊！三合院徛伫光屈屈的平原面顶，亲像一粒孤单的岛。收田收割了后的稻田是囡仔的乐园，因为家家户户的士大人拢无闲咧拍漆啊。厝前的大埕一世界拢是漆啊拍甲甜甜甜，无骹路会当阁互囡仔踮遐咧耍。这个时阵上适合拍喷的所在，当然是收割了后的稻田。阁看又阁无人管，随在你走丛，会当讲。规个庄头的囡仔甲厝角鸟仔拢伫遮。喂，免紧来啦，过来稻草堆遮耍啦。若毋较紧嘞，暗暝我着爱阁转去田里并切啊做工课啊啦。哥，恁走遐尼紧，田底阁有稻仔头，大着会点呢。啥人叫你要褪下走啦？吼，若穿衬拖仔是要安怎走夜人？我也是褪车骹走，较轻巧啦。哼，无怪你遐尔大骹薄，你哦，生做遮笨强，就算褪遮骹走，也走袂赢人啦。真细汉，我就拢褪只骹四界走，尤其是热人，甲布鞋仔褪掉，迄是一个互人起毛痒的感觉。放学了，会当褪只骹伫田底走，是上界乐暢的新时代。吼，恁足够傻呢。好，即马才来5个人尔。无，咱来算1、2、3木头人好无？我做头哦。好啊，喂，1、2、3木头人。喂，恁大家骹手阁不止啊买了哦。1、2、3木头人。哦，足疼呢。互我拍着尻川啊吼，水啦！
换人啊，换人啊，换我啦！喂，我嘛要耍。我嘛要，我嘛要。住伫后壁狗的阿仔啊，嘛带一阵囡仔总来，想要插一卡。好好好，拢莫吵，无咱换来耍米小吹，我先做鬼好无？好啊好啊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啊袂？我画到100哦，11、12、13、恁14。兜内米咧？你咧稻草堆后面啦。 98、99、100，吼，比甲无半只，吼，掠着吼，嘿嘿嘿，啊，去互你撞着。恁拢走袂赢我啦，哈哈哈。啊，阮妹仔咧，哪会拢找无啊？啊，你毋是做笑着，啊，当恁妹仔咧，只请加随便压喙啊好，啊，毋着紧去甲伊找出来，哈哈哈哈哈！啊知啊，吼，就是佮走去遐咧耍哦。我交代恁来斗拍七啊，你煞甲我放咧，说去遐咧摸灰哦。啊好啊，我讲着你即个吼，实在是紧转来啦，惊啦！哎哟，无啦，我是咧甲阿关斗找因妹仔啦。阿仔呀，迄阵囡仔走了后，也是无看到妹仔的人影。啊，奇怪，即颗妹仔到底是藏咧啥物所在啦？互我找遮尔久，妹仔好出来啊啦！原来妹仔是甲稻草堆掰开，规个人掺入去内面，莫怪无人找着伊。阿关行到迄个稻草堆的时，姐，要甲我惊死哦！你咧遐假鬼假怪，你安尼袂输稻草人呢？姐，你较细声的啦，你看遐。妹仔手机迄边的草堆骹有一只鸡母跍伫遐咧扑卵。阿关喊一声，甲伊拍青惊，煞爬起来走去。哦，你看，你甲鸡母惊着啊啦！有几啊粒鸡卵呢？嘿啊，头拄仔鸡母点点咧孵卵，去互你惊甲走去啊！啊，遮的卵孵甲半石落的，毋着无人孵啊！安尼足可怜呢，要安怎？啊无，咱去甲掠转来孵，行。两只麻仔跃过去要围迄只鸡母，煞去互伊走去隔壁田。妹啊，下边仔去牵人啊，来做卡，紧嘞！好，我来。嘿，吼，嘿，吼。两只麻仔哪走哪去人啊，伫田里甲迄只鸡母跃过来跃过去，跃到皮皮喘，上尾去互妹仔的人啊砍咧。真痛诶！安尼就皮皮喘哦，哦，你真正是肉骹呢！行，咱甲鸡母掠转去伊的收。等咧，你看，鸡母靠伫啊问落来呢。迄粒卵看起来淡淡粉圆粉圆，妹仔伸手一个摸，竟然小小个软格格无外壳。安尼话，暗就是早产蛋，阿弥陀佛咯。秋天收割了的稻田，嘛是精神的乐园。会当讲，规个庄头的精神啊，甲厝甲鸟啊，嘛拢伫遮。田花的另外一边，家母带一阵鸡仔囝出来找物件食。厝甲鸟啊，嘛对伫后面统因食剩的切啊。这个时阵，拢无人来赶来发，真正是白费吃到饱。妹啊！你甲阿关家姐啊歹咧，去甲遐落伫田里的稻穗拢捡捡咧。过两工啊，恁爸啊就要甲遮的稻草规片放火烧烧咧，通好后入去田里做肥啊，知无？好，好啦，
吼，那遐尼济稻穗，虽然压咧捡足忝诶，毋过若无捡起来，就无彩会呢。莫怪咱课本讲，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哦，你咧讲啥物皆辛苦？我敢若知影我诶腰脚要断去啊啦！若有较紧捡吼，就要变做世界名画10岁，互咱妈顶伫壁顶啊啦！喂，阿官啊，等我去个冰店，才搁老人甲恁车拼哈。哼，我才无咧惊你咧！阿财，骑马龙龙来，伫马顶跋落来，跋一个真厉害！笑到巴肚疼呢。阿娟爬起哩稻草堆顶悬，手插过，行3-7步。哼，才看伊要安怎甲咱唱手？莫哭气扬，莫哭气扬。阿娟徛悬悬，计仔手摕麦克，开始学青蛙王子哪唱哪跳。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，哦，熊熊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。爱点风神的阿娟啊，徛伫稻草堆顶悬，愈唱愈散开。因袂输咧开胖虎演唱会，伊学遐的大歌星，一条唱过一条，拢袂跳针。妹仔嘛变做伊的粉丝，坐伫遐为伊拍扑啊。伫妹仔的心目中，甲伊穿公领裤大汉的阿娟姐，毋那是囡仔头王，逐项代志拢敢出头，真正是伊的偶像呢。所以，就算枪在互伊创治，嘛袂甲伊扣分。阿娟唱到当欢喜的时阵，因妈徛伫餐花边，看到阿娟遮贤表演，看甲嘴啊笑嗨嗨。讲甲即个阿娟啊吼，查某囡仔人啊，只爱点风神，个性阁冲动，类似查甫囡仔咧。敢讲是我甲生毋对去啊呢？我是一片云。伫稻草堆这片闹热滚滚的乐园，一直到阿娟啊、招妹啊，对烧稻草的火釜顶面过火了后，煞变成是使人惊吓的画面。我要放火啊！哦，恁较赶紧闪啦，毋通阁活过来才算哦。阿娟，你紧带恁妹仔转去厝里哈。阿星啊，你引火过去迄边烧，骹手较猛俩的，点了就走，知无？好。妹仔甲阿娟啊，哪行哪回头看。哈，我的演唱会的舞台要互人烧烧去啊！无要紧啦，明年就搁布场啊，真收成啊！要开演唱会，明年才搁来啦。哈哈，迄是一定爱的啊！燃烧吧，燃烧吧，火鸟。遐的稻草火一里烧到过顶工，看起来已经火气，毋过还咧庆烟。阿娟甲妹仔徛伫餐花边，目睭金金看。吼，是要烧到当时，拢袂当爽啊！系啊，烧规工的呢，敢若庙里咧过火。过火哦！我捌看过爸光桥走过火呢。吼，有够猛的啦！安尼，无，咱嘛来算过火，好无？好啊！好，妹仔，你也插话，鸡仔是光桥，我来边仔拍鼓动动菜。好。阿娟啊，甲烟筒啊倒卡，举叉机当做鼓池，袂输电头咧起鼓。
情啊！阿妹啊，你紧冲啊！想袂到妹啊，真正戆戆甲伊冲过去。谢谢你，有够水啦！妹啊，你在哭啥啦？大兄走出来看到妹啊，坐伫涂骹放声吼。我就对遐冲过去，脚底痛到少痛啦。啊，你进来啦，妹啊，紧着脚啦。因老爸听到，三步做两步撞过来，双手甲妹仔抱起来，甲伊规个人放入去水缸浸水。阿爸看到妹仔哭甲这么可怜，面忧面结，真袂得过。阿管惦惦徛伫边仔，惊甲目睭点大泪，一句话都毋敢讲。毋好阁哭啊啦！阁浸一下冷水，等下较袂疼，我才爱你去互先生膏药啊，好无？妹仔目屎切切的碎点去，原来伊吼遐大声，是因为感觉代志大条啊，惊伊甲阿管会互大人骂。看即个办势，因爸应该毋知影是阿管仔变的出头，就是伊放火烧才去害着妹仔，无怪遮尔啊好声好水。来，爸爱你来去。因爸甲妹仔爱咧，哪想哪行，煞感觉怪怪。妹啊，你头拄仔是安怎？哪会走入去田底，互火虎烫着哈？我就毋知安怎戆神啊！哦，你毋着目睭看伫过，脚去踏着火。是讲头拄仔我若像有听到咚咚踩的声呢。就狗仔学袂走，去演到演窗啊！做即款白目的代志，妹仔哪会敢承认？自迄天了后，阿管逐工就做认份，主动讲要甲阿妹仔斗洗身躯。妹啊，你脚举较悬的啦，无会去撞着水啦。好啦，这是安怎？爸因过火拢无代志，我就遐尼凄惨。你真正是肉脚兼脚梢呢！你去问是咩？阁问我啦。自迄摆了后，妹仔就拢毋敢阁问啊。毋过，逐摆若去庙林拜拜，伊拢会偷偷啊问神明，为虾米迄摆无甲因斗保庇？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收官以后的纠缠》是由洪昭文原作，罗讲师洪昭文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正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大兄阿星啊，李建英演出；妹仔李东文演出；阿管郭继芬演出；查甫囡仔阿财苏信富演出。妈洪昭文演出，爸阮俊嘉演出，阿财的老母王雅玲演出。
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3合1。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脚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，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，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第2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0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，上咱专门课电台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，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灯吃白影闪闪，无树山孤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